是行斗阵，两人相偎。情海是多变卦，马赛唱好声。流浪敢有脚纸，无满船线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时阵雨水是注定。不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来牵看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我对你提起心内的疼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野山陪你行，想拢是行斗阵，两人相偎。情海是多变卦，目屎唱好声。流浪敢有脚纸，无满船线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一阵雨水是注定。不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来牵看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我对你提起心内的疼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一阵雨水是注定。不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来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我对你提起心内的疼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我对你提起心内的疼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谢谢你们的掌声，谢谢。再次介绍我自己，我是许富凯，谢谢你们。非常开心回到了高雄。我本身是高雄人，我是旗山人。那每一次呢，都是藉由工作才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。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参与我们单国旗主教基金会的10周年音乐会。今天呢，我从那个高铁站门一打开，一走出来，看见外面出现了大太阳。我很在意每天工作天气给我的感受。那我觉得这个太阳呢，是单国旗主教给我们的礼物，照亮所有每一个人的心里面。也希望未来在座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唱这一首歌。刚刚这一首《火刷奖》呢，听说是我们基金会里面的人指定要我唱的这一首歌。那接下来唱的这一首第二首呢，是一首非常轻快、非常可爱的歌曲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
有听过，你知道要曲了。但我用麦克风给你们唱的时候，你们就帮我唱，会唱的朋友就一起唱。带来这一首《天公听无人》，谢谢。2楼朋友你们好，后面朋友你们好，我们一起打拍子好不好？感情无必要答案，阮是做平平凡凡，爱是的希望，有代志就演完，缘分无必要操烦，无轻生别人的爱困阮的世间。阮用真心来相等，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予我永永远远陪去天边海角，相信天公拢会听无人，相信一摆我无。看不着人，无需要比较，爱是天边可能，我来陪你到老。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听会当予我。是世间上水的人，我的粉丝在哪里呢？啊，这么多，谢谢，谢谢。感情无必要答案，阮心做平平凡凡，爱是的希望。有代志就演完，缘分无必要操烦，无轻生别人的爱困阮的世间，阮用真心来相等，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予我永永远远陪去天边海角。看你们哦，相信天公拢会听，相信一摆我无看着人，无需要比较，爱是天的可能。相信天公一定听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听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来，相信天公拢会听，相信一摆我。无需要比较，爱是天的可能，我来陪你到老。相信天公一定听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听会当予我一起唱，变成世间。谢谢你们，好美的声音啊！我的天哪，那高雄都搞唱乖呢。现场看到很多的贵宾啊，好久不见，有
杨县长，好久不见。还有我要讲的呢，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很可爱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歌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做2件事情，非常的简单，好不好？把你们的爱送给我们三国旗的主角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全场比一个爱心，来哦，全场比一个爱心，尽量比久一点，因为我们现场有摄影大哥，我们让他拍一下，比这个爱心也可以。我刚看到有人比这个爱心了，对。然后呢，第2个动作，要麻烦你们的嘴巴动一下，宝贝，宝贝，不太整齐，再一次，1、2、3，宝贝，很好。最近天气变冷了，我有一首歌叫做《米酒鬼》，我们来听看看，谢谢你们。不知遥远的伊，敢有下脚伞？今夜的天气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我的心情，又都是3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来，让双手借我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花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。惊伊是风吹，惊伊两人归暝。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花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花，一份爱的爱你今生今世哦，你是我最爱的。很好，待会呢，我希望再大声一点。OK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若是3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手想动的就自己动咯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花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。惊伊是风吹，惊伊两人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米酒花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花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。惊伊是风吹，惊伊两人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花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最后一遍，你是我最爱的。谢谢你们，太棒了！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。
跟公益搭上线。那刚好朋友的朋友也是我们基金会里面的伙伴，那特别有提到这件事情，那想说我有没有时间可以来为大家演唱这样子。当下呢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缘分，所以呢，马上答应回到自己的家乡跟大家见面，然后演唱给大家听。哇，谢谢顾凯。那在今天，有什么话对我们在场的所有的朋友说呢？最近我要特别提一下，因为我最近跟天主教非常的有缘，因为我最近呢也担任了一个大使，就是我们圣公修女会，对，男生节。是，最近我们圣公修女会呢要筹集一个长照爷奶村的计划，那我特别担任了这个爷奶村的大使，也拍了公益的这个影片。那我希望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大家多多的帮忙分享这个公益影片，谢谢。好，今天是我们的70周年，我们也要帮我们的顾凯他担任的圣公的爷奶村的计划，让我们多多的支持这个爷奶村的建立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掌声来鼓励一下，谢谢。那我要特别感谢现场所有来听我们唱歌的一些贵宾朋友们，因为有你们在场，我们心里特别的温暖。那我相信你们的爱也都让我们的山主教都收到了。对，好了，太好了。那接着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？接着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，因为我在2021年的样子忘记了。我拿到了金曲奖这张专辑里头的一首歌，然后原唱的是江蕙二姐原唱，带来这一首《祝福》送给大家。哇，我们掌声来，再次欢迎蕙给我们带来的祝福。在这边呢，先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希望大家平安健康、喜乐，谢谢。就好，平平静静是。
你们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，能够现场听到曲福凯的歌声，他真的不愧是金曲歌王。